2026世界杯女子棒球賽 B 組預賽昨結束，台灣隊3勝2敗，分組第3，晉級明年7月的美國決賽。其中球員的張真雲，伊唔是運動選手，不過伊捌入選2023亞洲杯和世界杯預賽國家隊來野手，卻因為世界杯決賽選無掉，閣再收到這航空公司的錄取通知，伊就走去做空服人員啦。後來閣以投手入選國手，向公司申請留職停薪核准，未來呢要投入1個月1份啊。2-2 pitch to Frank, way down and missed. 這球對手無拍到，甲對方三振。張真雲在2026年世界杯女子棒球賽 B 組預賽，中華隊上尾戰對英國時陣，單日先發投手，到2局送出2 K， 無落分，表現袂歹。伊是第一遍以投手入選國家隊。一上去我很緊張因為其實第一次在台灣，然後有這麼多的觀眾來支持我們，就是以前我們在台灣打女子棒球任何選拔賽，從來沒有人關注過我們。張真雲唔是科班，高中1年開始拍棒球，就一直想要做國手。3年前第一遍以野手選掉亞洲杯加世界杯預賽國手，不過世界杯決賽選拔國手的時陣無調，閣收到航空公司通知講錄取空服員，就換頭路。進入當空服人那個工作以後，然後飛了全世界，我覺得我的心態變得不一樣，不會再糾結在我一定要進國家隊啊！其實我還可以做的事情很多。做空服員了，看到真多，也學到真多。閣看因翁當季奧運或者出色國手一直在訓練，伊也想要閣拍球。其實蠻累的，可是像我們有時候飛班，我可能中午12點或1點就回來了，我可以睡個午覺，然後球隊晚上練球就一起去練球。然後像我們飛到外站啊，有可能就是我們下午就到了，我可以晚上去個健身房。一直練球，就連飛到外站的時陣也佇咧運動。張真雲保持手感加體能，這回參加國家隊，正感謝公司予伊留停，比賽閣予伊公假。中華隊晉級決賽，到時閣會重新選拔國手。張真雲講會繼續訓練，增加球速，練變化球。記者綜合報道。